平安。咱即条来唱圣诗第20首，圣杯上帝点圣杯上帝点天顶。即首诗的歌词是潘道营牧师所写。我看资料，潘道营牧师是台湾咱南部教会历史顶面头一位的传道人。伫南部教会对马雅各牧师来到台湾，伊是头一个牧师。即个潘道营牧师就是伊的后生。潘道营牧师的囝，潘雅山就是牧师潘道营牧师伊除了做牧师以外，伊嘛是伫咱台湾公报社做迄个总主笔，主笔就咧写社论，所以伊的文笔真好。搁伫咱迄个总会编辑主要的课程的开创者，所以咱后边咱教会即个主要有即个教材，对即个潘道营牧师开始。即首诗的歌词就是伊写。即首诗咧也真深咱对歌词来，咱来做伙来读一遍来。圣杯上帝点天顶。管理就有出命令，人类历史上改变，阮的生活快变迁，一代过了搁一代，铸做阮徛起所在。第20站，国家兴旺甲衰离，在地天地圣旨意。世间荣华甲富贵，哪准草木暂时水？上帝做万民天地，永远不变到来世。由主手事阮知识，以得圣神大能力。阮完成一切归于主。正做圣洁的器具，永远不变主上帝，阮爱惦记你是个阿门。来，圣杯上。
仔牧师，迄个广福牧师，伊咧甲咱勉励的题目是双城战役，跟两个社区的征战。这是记载约书亚的故事。因为约书亚一生的记号就是战争征战。小等下牧师会甲咱来讲道。牧师讲道出来，咱要回应是591首。591首就是迄个忠心、正信道、信用亲。这是美国的迄个歌曲，听起来敢若是原住民的歌曲吼。咱是毋是听起来看一下？歌词来读一遍来，忠心正信道，信用亲，白衣服，信靠你的话，就找着活命路。耶稣你以外无有名通我靠，专心仰望你，免惊吓袂失措。勇敢高壮胆。我因为放杀你，我做你的主，永远要帮助你，因我大官人甲恩典来牵你，伸出我双手扶持你，祝福你。虽然花水深，我听你拢无停，忧伤若苦海。唔惊着进前，我要陪伴你，互艰难变祝福，紧带保护，互忧伤变快乐。拄着大试炼，着听透我命令，使用我恩典，你一生到名因。体验为上帝是照我的旨意，亲像炼黄金，真无空比。歹势，一直足细，我看唔出。后来咱迄个听过多一遍。来，有心，心心多。
心吼。第二点是因为要保护牧师咧海外传道，咱今仔日礼拜中刚好继续诶相片，请莫放伫你家己诶网络里底，因为这有当时会影响因咧海外诶传道。请安心，同心来敬拜上帝，走吧。上主啊，我会对你遮尔多，人起来攻击我，人议论我苦，伊无通得到上帝证据，总是上主，你是我四位的品牌，是我的阳光，阁是我互我的头也悬的。我用我的声求叫上主，
伊对伊的信山应我倒咧，我困，我坚持，因为上主拢保护我。虽然千万人起来围围攻击我，我也无惊。上主啊，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因为你使我一切对敌的摧毁，拍者歹人的喙齿，拯救属于上主，愿你祝福你的百姓。大家来吟诗学老上帝，信诗二十首，正诗二十首。
因拢无信你，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他俩偌尔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着吗？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当今来祈祷，因为上帝，我要当心学到你，你是创造世上万物的主宰。感谢你亲身的拣选，会当互阮听说你的名字，互阮伫礼拜时伫主你所设立的圣所来敬拜你。引带阮头前的路站，带阮行往你所为阮备办的道路。伫阮身心软弱的时，有主伫阮身边安慰保护；伫阮人生失去方向的时，有主伫阮头前引带扶持。伫年时，你用你的双手照顾阮，互阮会当得到完全的安息。伫新的早起，互阮有充满的精神甲体力，来面对世上逐项的挑战。主啊，凡在阮一出世就犯罪，总是有主的保护来撑起阮，互阮会当伫你恩典的中间来得到救赎，会当亲近你、倚靠你。阮常常因为阮个人的私欲甲利益，带来袂记得主你的教示甲要求。当阮顺境的时，阮总是夸口家己的才能，却袂记得这一切拢是主的安排甲照顾。当阮逆境的时，阮反倒转来埋怨主你的气息甲无公平。主，求你安静阮，保守阮，互阮会当谦卑家己，听候主过来时，将一切献伫主的面前，求你感动。主啊，伫阮教会暑假的期间，有安排儿童少年的营会，求主你亲身看顾保守，互所有参与的兄弟拢有健康的身躯，甲完全的准备，照所安排的课程来完成这个事工。主啊，伫阮教会中有年长的、有身躯欠安的，恳求主，你互因有健康平安的生活。阮深深拜咧以上的祈祷，只是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名讲。One day we see.
请做伙来中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约书亚记第8章第1节到第8节，第2段是30节到35节，伫内务汉语本圣经534页。引用约书亚记第8章第1节，上主对约书亚讲：无得惊，也无得论，你起来，把拢总的战士上去爱城。我已经将爱城的王甲伊的百姓、伊的城、伊的地，拢交伫你的手。你款待爱城甲伊的王，就亲像前款待耶利哥甲伊的王一样，总是所抢伊的财物甲精生，恁通主做家己的，你就用兵埋伏伫城后。对安尼，约书亚甲一切战士拢起来，要上去爱城。约书亚经33600的勇士，每时找因去，吩咐因讲：你就埋伏兵攻城，就是伫城后，毋通离开城伤远，拢着伫旁边。我甲我所带的正百姓要进我城，因亲像头摆出来攻击我，一时我就要伫因的面前逃走。因要出来追入我，到我引诱因离开城，因为因要讲，遮个人亲像头摆伫我的面前逃走，所以我要伫因的面前逃走。这时，恁就对埋伏的所在起来，主迄个城，因为上主恁的上帝要将伊交伫恁的手。恁已经筑城，就着用火烧城，就照上主的话行，看这是我所命令恁的。第30节。迄时，约书亚伫以巴路山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一座坛，真自然的石，伊顶面无动着铁器的来起伊，照上主的路谱，摩西所命令以色列人的话，照摩西律法册来所记的，因伫即个坛顶就献烧祭，互上主也奉谢恩的祭。约书亚伫遐用摩西的律法抄写伫石顶，就是伊伫以色列的人的面前所写的。以色列众人甲因的长老、官长以及审判官，拢徛伫约柜的上面，伫跟上主约柜的祭司利未人的面前。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家的，一半伫伊日新山的头前，一半伫以巴路山的头前，甲以色列百姓祝福，照上主的路谱，摩西前所命令的。然后约书亚读律法，拢总的话，祝福的，救助的，照拢总记伫律法的。摩西所命令一切的话，约书亚伫以色列的全会甲妇人、囡仔，甲因中间往来拄我人的面前，无一句无读。请讲复牧师讲道题目是两座城的战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当搁一摆转来到台湾来分享上帝的话。检采今仔透早有位兄弟若看到酒报时阵，感觉真奇怪啦吼。像即个人我拢熟悉，拢是伊哪会改一个名吼。所以是要甲大家报告是讲，即个名其实是为着阮伫这2年以来准备要伫缅甸做即个跨文化的福音事工所准备的。因为咱知影即马是一个网络的世代，所以你的相片来讲，你所有使用你的手机啊、电脑，是讲
讲咱即摆咧看的即个直播，真简单，就会讲将咱的人放伫无论到一个国家，拢会当知影你是什么款的人，做是什么款的代志。所以这是为着阮伫缅甸防护因素讲所必要的一个安全措施，请大家了解。当然私底下今日透早做我昨晚同我讲，我险看袂记你原本的名呢无要紧，就别记一吧，只要我用这个名嘛袂要紧当然你若会记，私底下嘛是当叫我的名真感谢大家过去咱圣诞教会对阮全家伫缅甸服务的支持、关心和带导。即摆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阮有提早3个外月的时间就转来到伫台湾。当时也要请大家替阮祈祷，因为阮望会当伫即个7月底还是8月中，就是即个疫情会当较安全的时阵，等于到缅甸继续服侍。这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离开宣教地久久了后，你的家庭，还是讲你的囡仔，整个做服侍的情形会有了下滑。所以，大家为阮祈祷，会当伫7月底、8月初的时阵，真顺利来摕到签证，买到机票，会当转去到缅甸继续阮的服侍。而今仔日的分享大声，请大家先压头来祈祷。因为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的国家愈来愈安全的时阵，你互阮会当伫教会、主你的圣殿内底来敬拜、来学乐。来听主你的话，愿主你圣神引带保守阮每一个人，让你透早来拍开阮的心，透过你圣神的感动，互阮明白你的话所要教示阮拢总的道理，也互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当照你的话来行。以表感谢，靠主耶稣基督正尊名求，阿门。若是讲征战是基督徒一生的记号。那安尼，咱就袂当单去学了遐个成功胜利，或者是讲属灵情况上界好的事。咱常时也爱会记伫咱的生命内底所发生过遐错误、失败，也是属灵情况上歹的事。这是要为着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锻炼出，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情况好还是歹。生也是死，拢是为主征战，忠心来跟对主的。当我搁一摆来读约书亚记的时阵，我认为征战就是约书亚一生的记号。总是咱袂当甲约书亚记当作是一本册来读尔，因为这是一本真实发生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故事。伫这个中间，咱会当看到有人生真实的对白。也有属灵征战的意义。伫约书亚伊一生大大细细的征战内底，咱大家人拢知影的，甚至是你若也着信耶稣的人，嘛会当听过，就是即个亚利哥城的战争。迄一摆的战争，咱会当讲是约书亚伊一生内底上界大的胜利，也是上界有名的胜利，嘛是约书亚伊属灵情况上界好的事。总是煞接了后是拄着哀城第一摆的战争，迄一摆的战争失败，也会当讲迄摆的失败是约书亚一生内底上界属灵情况上界歹的时阵。今仔日咱所拍的第8章，就是要对即个哀城第一摆的战争的失败中间，搁一摆出发来面对哀城第2摆的战争。为着要互咱搁较深来进入今仔日圣经的情形，而且有重要简单的回顾。各位兄弟，咱拢知影，当摩西伊死了后，约书亚对着上帝来领受呼召，爱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迄个时阵，上帝就甲约书亚讲：“我竟无命令你嘛，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立定，这是对上帝来的话，一句话也真做约书亚一生服侍的引带甲帮赞。特别是伫约书亚面对未来侪困难甲挑战的时阵，约书亚伊会当对伫上帝话来得到快乐，得到安慰甲帮赞。了后，
约书亚就带以色列人准备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另外，这咱知影，当时军队约书亚的人，拢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这是安尼讲，因为圣经有记载，约书亚记第5章第4节讲，因为对伫埃及出来的正百姓，见话交战的查甫丁，出埃及以后拢死于旷野。这是因为因无顺服伫上帝的话，上帝兴起新的世代来为上帝来征战。迄毋是干那新的世界尔，相时嘛是以色列人属灵情况提升的时。约书亚诚做军事的领袖，伊无用真济时间来为战争做准备。约书亚颠倒较亲像是属灵的领袖，因为上帝有吩咐约书亚讲，爱为着这个新的世代来行割礼，来带因守这个满过节。这是要表明，这整个新的世代，拢是要归伫耶和华，行做神。这是一个全新的军队，已经组织起来。因要打的，毋是属于肉体的战争尔，嘛是一场属于属灵的征战。就伫迄个时阵，以色列人每一个人，新的世代，因拢感觉，因的属灵情况拢有提升。是真好的时阵，上帝就互约书亚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伫5章13节安尼讲：约书亚分我耶利哥的时，也捌看见有一人手拔刀徛伫伊的对面。约书亚问伊讲：你是为阮的，还是为阮的对敌？迄人伊讲：无，拢毋是。我来是做耶和华的军长。约书亚就趴倒伫涂骹，拜伊讲：我的主明日奴仆啥物？这个真重要的异象，要表明一项事，就是征战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是咱军队的总指挥官，意思就是上帝甲咱每一个人讲：徛伫我这边啊，毋是爱我徛伫你迄边。上帝甲咱讲，听我的啊，毋是爱我听你的。我靠我，毋通我靠你家己。顺服伫我的命令，毋是爱上帝去顺服伫咱的命令。尤其是咱每一个人属灵情况真好的时阵，面对这个异象，约书亚有一个真重要的回应，就是伊拍麦讲，伊讲我主。你命令奴仆啥物？这要表明一项代志，就是约书亚伊对上帝的呼召是忠实的。伊将伊家己放伫即个神圣战士的手中，伊要表明伊的顺服，伊伫上帝面前的顺服，比伊的军事能力搁较重要。就是即个异象，互约书亚伊一生大大细细的征战。无论情况如何，就是用顺服成做征战的武器。大只就是咱拢知影的耶利哥城的第一摆战争。伫耶利哥城的战争内底，两位兄弟，咱拢知影，这场战争是完全无照人的策略，因也无准备应该有的武器。因也无有退后投降的计划，因要瓦靠，毋是人的才能，因要瓦靠的是人的顺服。伊要承认家己是奴仆的身份，因要听叹上帝的命令。弟兄姊妹，咱想看卖，假使咱今仔日是约书亚军队的一份子，咱敢真真正正？会当安尼绝对顺服来行的，因为即个策略是爱咱每一个人设即个城7天，最后一天设7摆，咱的对敌伫城顶看咱每一个人会咧创啥物，咱敢真正有顺服伫上？咱敢真正有即款的信心？咱敢真正相信上帝甲即座城
到伫咱的手中咧。伫旧约内底，所有甲精神有关系的代志，拢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上帝要透过以色列人甲上帝对敌来交战。咱来注意，这个战争毋是以色列人会当随便照因家己的意思来发动的，要攻击迦南地，也毋是要消灭一个民族，占地做王，或者是用帝国主义的心态来进行文化改造的行为，是上帝要攻击一个甲上帝对敌的民族。当然，咱嘛知影，时代其实一直改变，当然有无共款的做法，也有无共款形态的战争。拢是咱犹原会当伫亚利高城的战争中间，对约书亚甲即阵新的世代来学习，就是绝对顺服，也对上帝有信心。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了后，以色列人失败。因去攻打爱城时阵，即一摆的战争因失败，败落是一个真歹的情形内底。这段圣经真少互人来读，也真少互人掠做是主日学的教材来用。倒是我认为，这段圣经犹原会当互咱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就是伫应该行的义顶面有犯罪。伫第7章安尼讲，以色列人伫应该行的义有犯罪。你有影这？咱拢知影。上帝创造世间的万物，拢看做是好的，是无做的。譬如讲，创世纪内底，伫分别善恶树顶面迄粒果子，伊是无做的。只要这粒果子还搁伫树顶，应该献互上帝的金文财宝，遮的钱财嘛是无做的。只要献互上帝。总是以色列人伫即个顶面有犯罪，意思就是讲，本来遐个金文财宝应该爱献互上帝，诚做圣洁的物，却摕转来放伫家己的家己中间，诚做家己的财物，就伫即顶头有犯罪啊！第7章27节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亚干，伊是军队的一君子，伊犯罪啊！伊伫忏悔中间，伊讲。我贪遮个物，迄领水衫，遐个军文，我就退去。其实，伫亚干伊忏悔之前，上帝就甲约书亚讲啊，约书亚你知影无？以色列有犯罪啊！犯什么罪？就是违背我所命令因的约啊！违背甲上帝的约，就是无顺服伫上帝。无要听上帝的话，无爱听上帝正做因的主，摕应该行的物偷摕惊鬼诈，藏伫因的家己中间，应该献互上帝的物，煞变做是家己的财物。这段圣经真趣味，你若有注意看，伊中文甲咱的台语汉语本，其实翻译有一点仔差别。伊台语讲的是。应该献的物，伫中文讲的是当灭之物，就是应该消灭的物。这伫意义顶面有淡薄仔差别。当时就有听这，咱今仔日照伫台语的思考，咱来想，伫咱的生命中间，什么是咱应该献的物？若是讲爱城第一摆的战争。所要表达的是成功的试探，那安尼无论是物质或者是心灵顶面，咱应该献的物是啥物？咱是归荣光伫上帝，还是伫咱家己？咱敢有献咱的心灵甲真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是毋是享受福音久久啊，煞拢无结出福音的果子？所以无献出迄个福音的果子互上帝。过无偌久，咱就要庆祝马太博士来到伫咱北台湾宣告150周年的庆典。
咱是咧献啥物予上帝？另外，这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咱一定有拍过属于咱家己的属灵的征战，咱有可能也有做过亲像亚利哥城迄款胜利属灵真高峰的时阵的见证。你是怎样对旧的人变成做是新的人？你是怎样对伫生命情况真歹的时阵？背靠伫属灵的山顶，即款的见证，人人拢真爱听。当时，对伫山顶，行落伫溪坑内底；对伫新的人，如果变成做是旧的人的时阵，伫爱城第114内底，即款真实的故事，显示伫咱的生命中间真少有人听见，真歹势伫咱的教会底来提。今仔日，咱对上帝的话，咱来看咱家己，伫咱生命内底的两座城的战争，就是咧讲咱的属灵甲肉体来回的征战，是每一天拢发生的真实故事。咱看圣经，敢会当知影，以色列人因过红海了后，真大的胜利，煞陷落伫旷野内底，拍赢亚利哥城的胜利了后。煞陷落伫海城第114内底。另外，这属于咱每一个人两座城的战争，其实是每一天拢发生的真实故事。就伫安尼，以色列人伫即个失败的中间，跋一倒忝的时阵，即阵新世代的军队对伊信心满满，到伫怀疑家己。因为这咱知影，若是照较早旧约的律法，以色列人若是犯即款偷窃的罪，因就爱用石头钉死亚干啊，就是迄个偷窃的人啊。这个亚干毋是别人，就是北甲咱家己做伙上去战场顶面烧战的人，咱的共体啊。就伫迄个时阵，约书亚。伊嘛怀疑伊家己啊，到底上帝是毋是有使用我来引带以色列的军队？就伫迄个中间，就伫迄个属灵情况上解歹的时阵，上帝甲约书亚讲一句话，讲：无得惊，也无得论，你起来，带隆重的证书上去爱城。这我相信，即句话。对伫约书亚来讲，或者是对咱每一个人失败过的人来讲，即句话有偌尔困难，咱拢知影。今年是阮全家伫缅甸服侍的第8年，正前有5年外的时间，我相信着这个有印象。我若有转来伫咱上山教会报告的时阵，大家拢知影。上帝也互阮经历亲像亚利哥城迄款。胜利的见证。较早阮伫缅甸华人的所在服侍，对阮所教册学校，阮所服侍的教会人数拢有增加，做事工拢真顺利，甚至是为着未信者所做遐福音事工，篮球队会当得到全市的冠军，一切拢真顺利，拢真好。总是伫遮会顺利了后，煞因为伫阮的团队的中间，无去处理遐个应该骗的米，以到伫阮的中间有真大的冲突。上届性命的当地缅甸的同工，煞真做伤害阮的人。伫2017年的年底，阮全家有按算要转来到伫台湾，无去爱去缅甸。迄当阵，阮转来伫台湾的时阵是真受伤、艰苦。总是上帝恩典教也原因，台信的一个老师，伊介绍一个真资深的宣教师，互阮熟悉。伫即个宣教师的面前，阮就开始讲起阮过去的故事，互即个宣教师听。其实我心内真盼望讲，即个宣教师听了我的故事了后，会
会当认同我，对我有同理心，甚至是赞成阮的决定，转来伫台湾，毋卖搁去缅甸结束。所以迄当时我真想咧问伊讲，你点是为我的吗？当时即个传教士伊真有智慧，较亲像是咧问我讲，你点是徛伫上帝迄一边的嘛？你是毋是袂记得？你当初是你回应上帝的呼召，你讲你要顺服，你讲你有信心，你讲你有看到缅甸146个民族内底90%个人咱袂信耶稣，你讲你有使命要伫遐传福音，即摆还阁有啊？若有，你就应该爱回应上帝，因为你爱城第2摆的战争就要开始。上帝搁一摆对约书亚，也对咱每一个失败过的人讲，无得惊。无得惊的意思就是，毋通因为过去的失败甲错误，毋敢向前行。无得论，毋通失去征战的勇气，因为征战显出勇敢，风应训练好海人。你起来，就是你，我无骂别人。你起来，带隆重的证书上去爱城，因为这是你爱城第2摆的战争。我已经甲爱城交伫你的手中，亲像甲耶利哥城交伫你的手中一样。各位兄弟，今仔日咱对上帝的话来看见，这一摆咱伫约书亚记第8章要学习的，就是咱要有征战的勇气，同时咱爱有对天来属灵的智慧，来运用咱的策略。今仔日的经文，咱详细来看的时阵，虽讲今仔日所读的经文跳掉中间一段，总是我要鼓励咱的兄弟，等于到咱的厝内底，来整个第8章看一摆，你会当看到上帝真水，伊想使约书亚有一个真好的策略和智慧来抬赢爱城第2摆的战争。对于阮来讲，阮全家伫每年要进入伫曼德勒城，这是伫缅甸的第2大城。这个城对于阮来讲，就是阮的爱城第2摆战争。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伫2年前，阮搁一摆领受对上帝来跨文化宣教的呼召，要离开原本就是华人的世界，缅甸华人的世界，准备对伫缅甸真正讲缅甸话，用缅语，用因的文化，因是佛教徒，无共款的来传福音，特别是要对大学生来传福音。这个曼德勒城就是伫缅甸内底大学上界侪的城市，所以这2年外的时间，我甲我的太太，我拢伫阳光这个所在接受缅语的训练，甲了解因的文化的训练。结束了后，就是伫每年伫6月份的时阵，阮按算要搬去即个所在。各位兄弟，咱拢知影，缅甸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是无真欢迎有人去遐传福音的国家。总是亲像伫狄更斯伊《双城记》内底伊所讲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上界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上界歹的时代。人行往天堂的路，人也行往地狱的路。就看咱有即款的信心的眼光来看，即个国家是属于上帝的国家，即座城也是属于上帝的城，而且上帝要甲即座城交伫咱的手中。对明年开始，因为汪山书记伊的教育的政策改变。未来大学生会一直增加，会增加非常多。总是缅甸的教会对于青年事工久长以来无够重视，甚至是面对即款大学生的增加，因也无策略，无专业的人来供应伊，来对伊传福音。所以，阮的使命就是要按对即群人，大学生有
教导来传福音，望透过阮的投入，甲因当地的同工，搁一摆做伙来征战，来牧养因的青少年，也对因的大学生来传福音。各位兄弟，这是一个需要300年的时间，伊就是一直做到，我甲我的妇人人拢年纪真大，可能还都无法度看到归花结籽的一天。总是阮有这款的信心，要对上帝来的开朗，搁一摆转来到伫台湾，伫咱的香山教会内底组织咱的军队。其实当阮伫前线咧烧阵的时阵，伊后壁伫咱台湾的香山教会，真做阮的祈祷，真做阮的支持，真做阮的帮咱，咱是做伙烧阵，咱是做伙。当望咱香山教会若这会当真做阮祈祷的溃烂。当阮感觉软只的时，阮知影有恁伫阮后壁，伊咧支持阮，伊咧为阮做。各位兄弟，今仔日咱要怎样对两座城的战争中间来学习？当咱回想起约书亚以身中间伊的故事，咱会当知影约书亚伊伫出埃及的时阵，伊是一个甲亚玛利人征战的少年勇士。当伊伫民数记内底时阵，伊是一个有信心眼光的情报人员，伊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伊也是真少数伫旷野流浪中间活落来啦。伊的两座城的战争，咧甲咱每一个人讲，属灵甲肉体的征战，是每一天拢发生的真实故事。因为过红海了后，就是入去旷野。打赢耶利哥城的战争，就是到伫哀城，属于咱的两座城的战争，是真实的故事。今仔日，咱会当对伫咱的两座城的战争中间来学习，就是伫耶利哥城的战争内底，咱学习到顺服甲信心。对伫哀城的第一摆的战争内底，咱学习到去学习。处理遐个应该行的物，最后，咱伫爱城第二摆的战争内底学习到，爱用智慧来组织咱的军队，相信保持咱有征战的勇气。咱所盼望的，就是伫咱的经文最后的落尾，咱会当用征战这两个字，成做咱每一个人一生的记号。因为咱所盼望的。就是亲像今仔日经文甲咱讲的，以巴路的山顶来讲上帝，来宣扬上帝，来互万民归于主，荣光归于上帝。咱若要宣告，就是征战成做咱一生的记号，无论咱的性命情况如何，咱毋是要甲咱去见证讲属灵情况上介好的时阵，相时咱也会当面对咱属灵情况。歹的事，互咱做伙互上帝来起造，无论成功也失败，情况好也是歹，生也是死，拢是为主征战，用心团队主的，咱三个人的。希望我的上帝，你是阮征战的团长，我要顺服于你。求你赐落，互阮每一个人有信心，也互阮会当有勇气，搁一摆来征战，甚至是面对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也会应该骗的物的时阵，你互阮会当来处理。阮求你来聆听阮的软者，帮助阮伫失败的中间，搁一摆定心来出发，向前行。有主你赏赐阮的智慧甲勇气，来传扬主你的福音，来见证主你的荣耀。愿荣光归于你，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子名求。阿门。请两位师父来读今仔的经文，请咱做伙来读两遍。上主对约书亚讲：听你。
上帝话，正诗591首，正诗591首。听起
请看周报218页消息报告。第二点，今仔日是基督精品协会主理，特别派广播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广播牧师，也请兄弟关心奉献。牧区消息第一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夏令营筹备会，请所有同工小队员参加。遗体关怀第一点，欢迎台湾新航医倒数2年级黄慧玲同学暑假前来阮教会实习。第二点，郭黄兰英姊妹6月21日梦主温调，定伫今仔日下晡2点要伫第2殡仪馆纪礼视厅举行入殓火化礼拜。7月11日下晡2点要伫本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族祈祷。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心来登记。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复活者，请家己看。请陈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大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大先咱来欢迎四德赞牧师甲牧师娘，欢迎。再来是李奇龙医生甲医生娘，欢迎。好，咱嘛欢迎今仔日广福牧师的姐姐，好赖玲晶小姐，欢迎。今仔牧师娘嘛伫咱的中间吼，咱今仔日嘛有一位特别的人客，就是陈思龙传道吼，伊常常伫咱的中间伫内伊所写的册，所以最近有一本新的册叫《跨越世代的宣教使命》，咱等者当伫1楼会当来看吼，大家买。那咱即时咱嘛为着咱的咱来介绍咱的新学生吼，慧玲、黄慧玲，慧玲请开场欢迎。好，咱今仔日下晡伫第2殡仪馆有要举行郭黄兰英姊妹的联欢华礼拜。咱嘛恳求主会当安慰帮助因的家族，咱也欢迎兄弟姊妹当做伙来参加，甲因的家族做伙来行过这段时间。咱嘛伫这几天嘛接到，可能有接到安尼一个消息，就是淑君姊妹吼伫拜四时蒙主文调，伊的联欢华礼拜是定伫后礼拜四，总是这个联欢华礼拜是伊的家族来参加，所以伊还未定迄个告别礼拜时间，所以若定告别礼拜时间会看去周末，所以咱嘛为着伊的家庭来祈祷。即时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伫第2个建宏兄弟，即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佳芝姐、邓妈妈、水玲兄、慧玲姐、素梅姐、庆和兄、敏娟、比利、陈吉雄长老、春文兄、汪梅姐、志金姐、明梨姐、秀华姐、李霞姐。丰熙姐、阿淑姐、惠子姐、细弟兄、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嘉禾姐，咱嘛为着广福牧师因伫缅甸的宣告来祈祷。咱知影这是无简单的一个工课吼，咱恳求主来守守因规家，拢有健康的身躯，会当互因有对上未来的智慧，会当伫缅甸遐举办因的宣告。所以咱为着广福牧师因一家的宣告来祈祷，咱为着咱兄弟姊妹的需要来祈祷，咱开始来祈祷。
主啊，感谢你透过今仔日广福牧师的讲道，互阮搁一摆来看见耶稣阿姨安怎伫上帝面前来领受使命，来有迄个勇敢的心，来为着主你的福音，为着主你的带因以色列人来进入迦南地，互因伫遐来做伙拍拼。主啊，也恳求你用即段话诚做阮的提醒。主虽然阮真软弱，有时阮也真小心。总是主，阮恳求主，你伫阮的中间享受阮快乐，帮助阮。特别伫即个时代，阮真正需要主你的引带，甲你的启示。主，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的需要来祈祷。但是，我要为着广福牧师因全家来祈祷。主恳求主，互因全家有健康的身躯，有伟大的智慧，会当伫未来，会当去到缅甸伫遐做无共款的宣告的事工。主恳求你也保守，互因伫遐有真好的学习。主，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面对死息的安尼悲伤的事来祈祷。主恳求主你来帮助引带，互蓝英杰、互小群姐因的家庭会当对主你遮来得到安慰。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伫厝里伫病院疗养的主，阮也恳求主你小事快乐，互因厝内人，互因有快乐会当来照顾因的遮的人。主，阮恳求主你也引带阮兄弟姊妹，互阮伫新的一个礼拜会当勇敢为主来行头前的路。虽然头前的路，阮真正有时毋知要安怎行，有时阮也感觉真黑暗，都是主恳求你，主你常做阮的引带。主，阮恳求主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勇壮，会当常做你福音的勇士。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临信息390首，因之后请陈牧师祝祷。兄弟。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